還等待，趁大家也在，時間在流動，還過目前，往下秒開，就趁這分鐘來一個合照，捱完還識怎麼笑，辛苦嘅過活還是精彩，沒有小悲哀，想不起到底多悲哀，共你縱是塵埃到紅海，再行下去，大概還有一年海片面前，寒季終必會暖，前面會有什麼樂園，靠人沿途發現，只需要係啊，期待已久嘅歸主名下收工啦，3月8號。老公啊，你知唔知你最型嘅係幾時啊？就係你認真一齊同我哋小組，真係分享你嘅相交。我真係覺得我第一次記得係過年嘅時候，除夕嘅時候，我啦、阿芬啦、阿牛啦同埋你啦4個咧，第一次嘅小組相聚，第一次聽你嘅祈禱啦，第一次聽你嘅相交。我覺得嗰陣時你真係好有型。哇！如果有一日能夠愛主，哇，一定會好有型。其實愛主嘅人係好美好美，即係越愛主越美，呢樣嘢係真嘅。我願你今日能夠感受到主同你嘅聯合嗰份嘅幸福同快樂，你受浸歸佢嘅名下，就好似主係所羅門，你係書拉密女，主係基督，你係基督徒，係同佢最相熟、最相似，亦都係最配。主喺榮耀嘅寶座上，用佢嘅衣襟遮滿聖殿，同時之間亦都遮滿你，遮滿我哋一家。我願我哋一家前面嘅路係緊緊跟隨主，行主心意嘅路。Yes! 爸爸，生日快樂！一直愛你，一直愛你，我哋都愛你。老公、爸爸、姐夫、財哥，生日快樂！手工快樂，阿良，阿良，快樂，阿良，手工快樂，